大家好，我係變態中女。近日泰國有一單令人心寒嘅案件，一個女人重傷入院，頭部縫咗超過40針，手腳多處骨折，而佢嘅老公就喺病床旁邊24小時咁照顧佢。醫院裏邊嘅人最初都以為佢只係一個好擔心老婆嘅好老公，但係之後警方發現將佢打到重傷嘅人原來就係呢個男人。更恐怖嘅係喺女事主入院嘅時候，佢老公仲用佢部手機出 post， 話自己只係意外跌親入院。呢件事發生喺泰國嘅沙末薩漢。35歲嘅男人波將佢32歲嘅老婆送到曼谷一間私家醫院。佢對醫生表示，佢係因為電單車意外受傷，之後更加喺病床旁邊24小時睇住佢老婆。但隨住親戚同朋友去探佢，開始有人覺得件事唔對路，因為女事主身上嘅傷勢根本唔似普通交通意外。之後就趁佢老公唔為意，偷偷向朋友求救。朋友再聯絡泰國嘅求助組織 Banning 基金會，之後聯同警方介入調查。警方發現女事主除咗頭部重傷之外，身上仲有大量似係防衛嘅傷痕，手腳都有骨折。女事主向警方透露，佢老公因為懷疑同妒忌嘅問題，長期對佢施暴。原本佢已經搬咗出去另外租地方住，但係因為疑犯以照顧仔女為理由引佢返去。案發當日，佢用棒球棍瘋狂咁打佢，甚至用枕頭試圖令佢窒息，之後將佢送院，話係交通意外。警方懷疑佢一直留喺病房，其實唔係想照顧佢老婆，而係想監視佢，防止佢向人透露真相。直到5月18號深夜，警方聯同基金會人員直接入病房拘捕疑犯，而警方之後發現佢曾經刪除屋裏面所有嘅 CCTV 片段，企圖毀滅證據。目前案件已經交由當地警方以企圖謀殺等罪名繼續調查。